好，跟住呢條啦。咁咧佢就話啦，呢度有組 data 啦，咁個 mode 同埋個 median 咧分別叫做 S 同 T。如果個 mean and the range of the above data are 0同埋10，咁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？ 好啦，咁佢俾咗我哋嘅嘢咧，我哋先用咗先。好 ，mean 係0，咁即係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個數字加埋會係0咁啊。alpha 加 beta， 好啦，再加後邊4、負4、1、1、1、負3，咦啱啱好都係加0喎。咁然後 over 8要係0，咁所以咧我哋得到 alpha 加 beta 要係0啦。alpha 同 beta 係相對嘅，好冇？好啦，咁另外一樣嘢我哋知道個 range 係10啦，咁我哋就去估計下啦。咁首先第一樣 alpha 加 beta 係0冇錯啦，然後 mode 係3，咁因為 alpha 同 beta 兩個數字係唔一樣嘅，一個正一個負嘅，咁所以佢唔可能變成第二個 mode，所以咧第一個都係正確嘅。好，第三個 median 負1 ，median 負1，咁然之後我哋可以逐個去試下究竟點樣情況，因為咧佢哋兩個如果一個正一個負嘅話，如果 alpha 同 beta 兩個數字係喺0至到4或者係0至到負4之間咧，其實我哋個 range 就唔會係10㗎啦。所以咧，因為佢一個大一個細 ，range 係10嘅只有一個機會嘅啫，就係 alpha 同 beta。alpha 等於5，beta 等於負5咁樣樣。好啦，如果係呢個情況底下，咁我哋就將啲數字排咯喎，負5、負4、負3、1、1、1、4、5， 8個 data， 所以咧佢 median 就係呢度，所以咧加埋除2，所以 median 係1嚟嘅，所以呢個係唔正確，所以最終嘅答案咧就係 D 啦。